喂，宝贝，有没有想我？对啊，我这不刚刚打完工下班吗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在国外留学真的超级累的。哎，过几天好像是你生日了。对啊，下个月很久吗？下个月不就还差个3、4天吗？6·1节快乐啦！真的是个孩子哎。哎，有没有什么想要的礼物啊？啊，包包、手机，什么？衣服？好的，那我都记下来了。但是因为你都说了，所以没有惊喜感，我都不给你买。好啦，真正的惊喜呢，我呀会在你生日的那天告诉你。哎，那一天你可一定要在家里哦。要是你不在家的话，你可能就收不到这份惊喜了。啊？好，一言为定。哦，对啊，明天除了上课，还有好多工作要做。那我先睡了啊。你也早点睡了，真的是。好，啾咪。那晚安啦。喂，亲爱的。对啊，离你生日还差最后一天呢。你猜我会给你什么惊喜啊？哦，变聪明了。你现在都知道，要是你猜对了，我就可能换一个礼物。哦，真不可思议，小脑袋是越来越聪明了。嗯，你房间里面还有其他人吗？哦，这样啊。那，对啊，反正明天你生日嘛。没事啊，多摆几桌，就当我来花钱吧。你让那个房间里的开 party 的所有人都过去啊。废话，哎，你是谁啊？你是我女朋友哎，不给你花钱，我给谁花钱啊？对不对？哎，不要乱想哦。什么叫做我外面会有其他女人啊？哎，我可是在别的地方规规矩矩的啊。确实，留学嘛，学校里面肯定会有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啊。但就算是我看得上别人，别人怎么可能看得上我啊？啊？再说了，以前追你这个校花，我就真的花了9牛2虎之力。这次我再追一次，那我不是要累死啊？对不对？反正都是校花了，我有你就够了。啊？先生你好，请问你们2位还需要点其他的东西吗？嗯。啊？我在跟谁吃饭啊？哦，我同学麦克啦。Hey Mike, my girlfriend need you. Look. 干，怎么了？我英文烂不行吗？谁叫你取个这么洋气的名字啊？哦，
怎样？哦，我取一个，你就一定要取一个吗？快点快点快点，打个招呼啦！喂，害羞什么？嗯，他害羞哎。好了好了，那就先这样子啦。哎，你身边是不是有个男的，酒喝多啊，一直在你身边，支支吾吾的？玩可以啦，不要玩太嗨哦。玩太嗨的话，明天做到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。好好好，男闺蜜男闺蜜啊。那我先继续跟麦克吃饭啊。那你就继续玩呢。好，拜拜。吃吧，没事的啦，电话都打完了，多吃点吧。都陪我回来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行行行，今天晚上我陪你嘛。来，但是记得哦，打游戏的时候你要让我先选，够意思。吃吧。喂，亲爱的。现在8点多，和朋友再玩一会儿的话就可以回来了。有礼物在家。真的啦。好，那我先不烦你了，我先挂了。怎么到这个时间了，还没有回家？不是说好的吗？10点左右就可以回来了。电话，怎么是他？喂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，今天晚上过去之后，我就陪你明天开始玩，这不今天有事情吗？好啦，你要是玩累了，就先回房间吧。嗯，好好好。那我先挂了。喂，我也注意安全啊，不要等一下我回来了看不到你的。啊，好了，那我先挂了。啊，都11点了，算了，下楼看看吧。喂，你怎么又打电话过来了？什么？你看到我女朋友了？你认识我女朋友啊？啊？我之前跟你讲过，什么时候啊？Are you kidding me? OK，那你说。哦，你要跟我视讯哦？可以啊，那你把微信打开来吧。哇，你这样拍我也不认识啊，你能不能稍微走近一点？喂，你直接去问他，你这么大胆的吗？OK OK，不过，嗯，算了，你去吧。真的是他，那个男的是
哎，你干嘛？啊，姑娘，什么事情啊？啊，问路是吧？嗯，对，你要是想去那个饭店的话，就往这条路走，然后坐地铁就可以到了。1号地铁。对，对啊，就是我女朋友，我和她，嗯，相爱好多年了。对啊，嗯，呃，这个问题不方便回答吧？啊，好了，没有事情的话，你就可以去了，不要多问了。啊，我我看清楚了，是她，旁边是她男闺蜜，没什么，没什么的，我打个电话问问。喂，你在哪里啊？怎么礼物到家了，不见你人呢？啊，还在吃饭呢，朋友留得太近了。那怎么听到你身边都是马路声呢？啊？因为刚刚散？真假的？等一下啊，你先不要挂，我有讯息。他和那个男的进饭店了。那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要不过来吧？啊？对啊，惊喜就是我今天回国嘛，就是想跟你一起庆祝，然后明天就飞回去了。要不要我来接你啊？啊？不用了吗？啊啊，朋友们还要让你一起去 KTV 啊？呃哦，那好吧，没事，祝你们愉快。啊？我没有伤心啊，我伤心什么？Are you kidding？哎，再怎么说，我本来也都和你有一些事情了嘛。我这次回来啊，第一呢是想看看究竟他对我还有没有情。想不到啊，我出国前他就已经和他好上了，我他妈就是个笑话啊！好了，我知道的，有你在，啊？哎，怎么了？当我好兄弟当惯了啊？宝贝，你不会真想做男的吧？啊？好了，乖，这样吧，
这枚戒指就给你了，啊？嫁给我好吗？无论什么时候，都是你在我身边的。我觉得，相比较失去他，我好像从现在开始，不，从很早之前开始，就离不开你了。不管是在学校里面，还是在我工作的时候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就无比的安分，无比的踏实。就像这次，你相信我，和我一起回来了。这件事情呢，仁至义尽。那些照片呢，我已经保留了。我们先结婚，我再跟他一刀两断。我爱你。喂？啊，你到家了？那就这样吧，我已经回去了。跟你的男闺蜜好好玩耍，生日快乐。亲爱的，这次音声怎么样？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哦，还有点赞。对了，小九近期呢开启了频道会员，在 YouTube 里，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，可以收听到专属的音声哦。